哎，浩轩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和长安是 AI 呢？几率问题。根据我的统计，平常每100个学生里面有49个每天会聊明星，31个每天聊社团，还有19个会每天聊学业，剩下的1个，甚至最多是半个，才会每天聊 AI。你们和张律师每天讨论 AI 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几率很高。而且你们的爸妈都是 R1的1线研究人员，所以你们很有可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作品。所以你有在注意我们在聊什么？那你知道我和长安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爸妈都告诉我了，而且他让我多注意你们。那你们为什么怀疑我是001啊？啊，那还用说？你数理又好，打篮球一看就会，朋友也少，性格……哎，你说不怀疑你是 AI，谁都不信啊？